我们刚到露营地，现在开始扎帐篷。别的不好的啊！这帐篷好大，还有一个隔断呢。现在帐篷已经扎好了，带大家进去看一下。弄差不多了吧？弄完了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摆东西了。啊，行，我来帮忙摆。那你来摆吧，我等会我再去把外面东西拿进来。啊，行。你这是啥？采暖。采暖？啊，要冬季露营供暖设备。喂，你这个旅游跑的可以啊，啥装备都有。这都是给客人准备的。以后我们出去玩也方便了。对呀，我们自己玩也方便啊。啊，那就这样安上就可以是吧？嗯。自发电的，这个里面有电，不用接电。哦，这样的话，冬天是来户外露营，这不冷了吗？对。白天基本上有采暖的够用。嗯，太方便了。现在开始冲水圈儿。你看，这是奶瓶子呢。开启我的带娃模式。那嘴子拿掉一下。你抓紧时间喝。你现在要吃吗？啊？喝不喝了？橙子，你妈妈已经不管你了，看到没？好喽！好玩吗？啊？好不好玩？世界之大，想要去飞。他也不哭也不闹的啊。什么来哦，到旁边啦！看看啊，这些专业人士在这拍照呢。我在家都是赶车，这终于今天包了一次饺子。这个好吃，这你们家煮吗？先不煮吧，先包嘛饺子。没有，我也煮吧。看看啊，这里面有多热啊，都开始发短袖的呢。哦，很热，热。走了。我喜欢很多锅。啊，是。这个就是拿这个两锅又多加了。不用了啊。橙子，咦？太阳没有了。你吃完饭了吗？